早因为涉贪一审被判刑12档6个月，洪庭一个宜兰县长林姿妙今仔早起参加宜兰的元旦升旗典礼，伊强调讲伊家己真正派，无做唔到代志，人会做，天会看。国民党是全力来支持林姿妙继续上诉，争取司法来行伊清白。 国旗慢慢地升起哩，宜兰元旦升旗典礼今年办伫咧宜兰运动公园电竞场，有真侪囡仔手举着国旗，甲家长做伙来庆祝元旦升旗典礼。因若前一天才因为涉贪案一审被判刑，被停职的宜兰县长林姿妙要来到现场，甲官府的同仁大家相揽，也重申伊家己行为正派，人伫咧做，天伫咧看。 眼头三尺有神明，当讲人伫做，天伫看。我呢无做歹代志，我实实在在上天呢一定看清楚，会当甲咱的这个冤枉的给洗了清。 林姿妙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2罪、财产来源不明罪、加洗钱防制法的特殊税制罪，一审被判12年6个月。不过，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表态相挺，支持林姿妙上诉，争取家己的清白。宜兰县的民进党立委陈俊宇是希望代理县长林无胜承担责任，避免宪政无震荡，也希望林姿妙的案件会让赶紧过一段落。期待这个林姿妙县长的这个案子这个及早有一个结果之后让我们宜兰县的县政也能够回归正常。我们一定是支持他能够继续的上诉，也把证据摊在阳光下，相信最终的结果会司法还给林姿妙县长清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讲，规件案件牵涉真侪公务员，扩大打击就是为着要对付林姿妙。不过伫司法调查过程已经证明林姿妙无收钱，因那道理的部分，也阁需要到高等法院来努力争取家己的清白，会全力支持林姿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